片绿野，四景如画。专业画家杨新生用画笔收藏对台湾的热爱。台湾很美，台湾美到你啊，不画也不行。在年轻时候，台湾的美的印象，让我一直惊艳到现在。留住台湾的美，杨新生对生活的敢舍也让人惊艳。画是空荡，刻意的家徒四壁，单纯孤独反而纯粹。对于我来讲，我的窗外就是我的世界，好好的画台湾。那一生能够做好这一样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回首来时路，的确艰辛。当年考取师大美术系，画作被家人拿来台风天挡雨，直到华侨活络出现，2000块卖出一幅画，人生就此改变。那一个人就决定了我一生，因为什么？我们家里开始说，台风来了，赶快把我的画宝收起来。画坛得志，寻乐放荡。杨新生自嘲，68岁前都像少年，罹患扁桃腺癌，才感受岁月催人老的迫切。我一直画台湾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也许人生很有限，可是趁我还可以画的时候，我把这个记忆留下来。历经生命转折，体会留白不需喧闹填满。人到了一定的心境，就会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，对，所以才选择这里，对不对？要不东两清，我说这里好安静哦，东西还不高，很适合度假。对，所以老师会说，窗外就是你的世界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对，非常简单。杨老师笔下的台湾之美，纯净犹如净土，但他非常感慨，能够取景的点越来越少了。50年，他说能够画好台湾，做这件事就够了，至于评价，留待他人。亚威懂两清，懂是合土嘎。亚威懂两清，懂是合土嘎。